我係一個唔單止教琴，仲會教埋小朋友成長嘅鋼琴老師。我希望學生透過學習鋼琴，明白到一啲做人嘅道理。就算將來佢哋未必成為音樂家，但係我相信，如果佢哋可以將學琴領略到嘅人生道理應用喺其他方面，一樣都會好出色。另外，我對學生係有要求嘅，但係會按學生嘅能力同埋性格因材施教。我相信每一個小朋友都係獨一無二，能力唔同。我希望幫佢哋發揮到自己嘅100%。我嘅初心好簡單，就係拒絕沉悶嘅教學方式。教咗琴咁多年，我發現最難教嘅唔係8級嘅學生，而係初學嘅小朋友。佢哋唔係對音樂冇興趣，但係好多時候會有錯覺，以為古典音樂好悶。其實問題唔係音樂，而係老師嘅教學方式。所以我要開 Studio Cantabile 去打破呢一個觀念，要令更加多嘅人鍾意音樂同埋鋼琴。我哋學院會用故事、遊戲同埋想像力，令到小朋友學得開心之餘好好玩，亦都唔會覺得悶。當佢哋真正鍾意音樂，就會主動學習。我哋都有個好重要嘅 concept， 就係 Keys to Joy and Mastery， 期望學生學得開心之餘，亦都學得專業。學琴係好有挑戰性嘅。我希望學生能夠喺甜之中揾到苦嘅樂趣，體驗努力之後嘅成功感。我最希望佢哋學到嘅唔單止係彈琴嘅技巧，仲有嘅係3樣好重要嘅特質。第一係耐性，音樂冇捷徑，要不斷練習，就好似運動員攞到金牌一樣，背後經歷咗無數次好沉悶嘅練習，不斷改善缺點。而彈琴亦都係一樣。要有耐性去堅持，先至會有成果。第二係追求完美，彈得好一首歌要留意好多細節，要認真對待每一個音、每一個拍子，先至會彈得好，絕對唔可以求其。就好似對待人生一樣，應該要對自己有要求。第三，我希望學生能夠自我反省，觀察自己嘅弱點，諗下點樣去改善。更加重要嘅唔係同其他人去比較，而係學識同自己比較。因為學琴嘅路好長，人人嘅步伐都唔同，最重要係自己不斷進步。我覺得真正嘅學習唔止係技巧，而係態度。